我希望我们的设计、我们的美术是能够涵盖在这个故事的构架当中的。我设计过的例子，首先肯定是马克了。最开始想的话是一个很壮的一个拳击手，然后呢，慢慢变，就变成了一个长得比较健壮的车手。然后刚好呢，我们陈总是一个机车的发烧友，然后直接就从他身上一些特征、穿搭习惯，直接萃取了那些元素。克里，先放安利卡，在，赶快启动重力体。是。随着故事的发展，我们会对马克的重力体进行一次升级。比较明显一点的就是背包的喷气装置的空间，我们给它进行了压缩，然后空出的地方呢，跟它配备了一个远程导弹发射装置。这个呢，也是弥补了它在前几次战斗当中表现出来这个远程控场能力不足啊。再一个呢，就是它的近战武器还是以狗斗、缠斗为主，所以给它配备了一个可近、可远、可变换式的一个手持武器。即使是设计能力高超的蔡明亮，也会遇到难题。随着《玲珑》中出场角色越来越多，人物服饰设计不重样，成为他面临的一大挑战。为了打开设计思路，蔡明亮跟随陈威来到一家服饰店。这种三件扣的形式，在人物上面很有特点。你基本上你现在在商场去专柜里买牛仔裤，它是没有这种布边的啊。你看这个牛仔裤上面，这种白边，然后里面就有银线，你像这个牛仔裤的那个白边里面是有红线的，红线，对，都不一样。不是这种衣服想要的。然后你们画的不是绿颜色的吗？对。你要不试试你就知道了。然后他刚说那牛仔裤斜纹，你看太就上头那个裤子的斜纹。对，咱们现在那个衣服那个全部是一个材质。对，就是做旧度还不够，然后纹理都是那一个尺寸，全部是斜的。这个可能到时候得要加点东西。还有像什么鞋子呀、包包啊，这些都是，反正到时候拉个微信群，不太会处理的，我们就可以去研究一下。原画设计的问题在慢慢解决，然而动画组的挑战似乎才刚刚开始。动画一直就是在滚筒进行，有时候第2集的内容可能跟第4集的内容同时会在做，总之一直是在招人吧。只有旋转上的变化，或者说其他的变化位移的变化不够。这个甩头，甩的没有重量感。当进度很赶的时候，很心累了。有时候会跟很多人在一些很简单的问题上不停的重复，也不知道该如何去更有效的去提高。从这个挥过去嘛，你觉得你的身体动了大。黄浩除了担任执行导演的工作外，还要负责复杂长镜头的制作。第183号镜头，他已经做了2个月了。最近做的镜头全部都是那种特别长那种动作戏，自己去通过表演嘛，设身处地的去感受。可能我的身形气质没有那么的棒，但是我可以通过3维操作层面修帅一点。其实最开始的时候，我是想当一个动画师，当到50岁。哪怕到现在，我有时候也会憧憬这种状态。我很羡慕我的动画师们，简简单单的、天真无邪的，